针对这项大法官的解释结果，布农族的男人王公禄第一时间伊嘛做出回应，表示真遗憾。我有点遗憾，这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为什么怎么会让我们把这个狩猎的文化把它那个抹灭呢？这个案件最大的救援点就是说，到底这支猎枪是不是违宪，在本案里面是失败的，就是3年6个月徒刑，在这里就是应该是会被最高法院驳回。这个王公禄实现大法官的宣誓，虽然肯定原住民拍拿权益，不过提自治拿称大法官认为无违反宪法，族人甲律师团拢表示遗憾。回顾原住民族文化管理推展的过程，2001年原住民持有自治拿称拄罪，2004年野生动物保育法承认原住民有拍拿的权利，2005年1月新定法保障原住民伫传统领域会当做采集。不过2005年2月份原基法立法完成，保障原住民族有完整的文化生活权。不过实现的结果完全违背原基法的立法精神。这支猎枪的格式所定出来的管理办法是违宪，但是呢，反而要去定出这个办法的，还是原本定出违宪办法的同样一群人。比较遗憾的还是看到的就是，并没有以原住民族猎人在行使他的狩猎行为的这样的一种立场来看这样的一种狩猎工具的行使，就是立法院修法，把那个自制猎枪的那一条那么去做调整，把它放宽，这是唯一的可能性。其实除了自治拿枪的使用办法需要搁再被保障，长期以来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的维持，也是族人关注的重点。因所来也继续向立法的方向来拍拼。记者阿明金、郑雅文、曾海文、林玉凯台北报道。